大家好，大寒係24節氣中最後一個節氣，呢意味住冬季已經到咗尾聲。隨住立春嘅來臨，新嘅一年亦將展開。喺道教文化中，大寒亦都被視為陰陽交替嘅重要時刻。呢時節，人們應該遵循自然嘅變化，積蓄元氣，為即將到來嘅春天做準備。而冬季屬水，與腎臟相應，腎被認為係人體生命之源，係先天之本。因此喺冬季養生要以補腎為主。喺五色之中，黑色對應五行中嘅水，建議多食用黑色食材，如黑米、黑豆、黑芝麻、黑棗同埋黑木耳等。呢啲食材唔單止有助於暢通氣血，仲能有效補腎。喺呢個時期，人體嘅生理活動需要更多嘅熱量嚟維持，仲需要一定嘅能量儲備，為來年嘅春生夏長做好準備。所以民間常提倡吃粥嚟保健，而喺冬季嘅早晨食用熱粥尤為合適。將紅棗同紅豆加入白米粥中，可以幫助全身保持溫暖，增強精力。如果想養心除煩，可以喺粥裏邊加入小麥或者麥片。消食化滯則可以選擇蘿蔔粥。健脾益氣可以試試山藥粥，而補腎固精嘅選擇係核桃粥。養胃祛濕可以用茯苓粥，益氣生血則適合大棗粥。開胃滋潤有粟米粥，潤腸通便嘅話則可以選擇番薯粥。喺呢個大寒季節，通過合理飲食同遵循道教嘅養生之道，我哋能夠加強身體嘅抵抗力，為即將到來嘅春天積蓄能量。希望大家能夠喺呢個寒冷嘅季節裏保持健康，為新嘅一年做好準備。今集盧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道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立福點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